冷氣通冷氣機安裝，專業可靠透明報價，即時預約。為何選擇冷氣通安裝冷氣機？冷氣機安裝是影響冷氣機效能的關鍵步驟，不當安裝可能導致冷氣漏水、製冷效果差、能耗增加等問題。因此，選擇專業可靠的冷氣安裝公司，能確保冷氣機運行順暢、耐用持久。透明報價，冷氣通提供公開收費，避免隱藏費用。專業施工，技師經驗豐富，確保穩固安裝，不影響冷氣運行。快速上門，全港覆蓋，最快即日安排安裝。售後保障，提供保養服務，確保冷氣機長久耐用。我們還提供拆裝冷氣、維修、保養及清潔服務，讓你的冷氣機時刻保持最佳狀態。立即聯絡冷氣通，專業技師為你服務。冷氣機安裝完整流程，冷氣機安裝涉及多個步驟，專業施工能確保運行穩定。步驟一，選擇適合的冷氣機型號，根據空間大小及冷房需求選擇合適機種。步驟二，確定最佳安裝位置，避免陽光直射及空氣流通不佳的位置。步驟三，固定安裝支架，確保冷氣機穩固不晃動。步驟四，連接管道及電線，確保銅管、排水管及電線正確連接。步驟五，測試運行，檢查冷氣製冷效果及是否有漏水情況。冷氣通擁有專業技師，確保冷氣機安裝穩定運行，立即預約。冷氣安裝實用技巧：一、選擇適合的冷氣機匹數，根據房間面積選擇適合的匹數，避免冷氣不夠力或浪費電力。二、冷氣機位置應避開陽光直射，若安裝於陽光直射位置，可能導致冷氣負荷增加，影響冷卻效果。三、確保室外機有足夠散熱空間，室外機若安裝於密閉空間，可能影響冷氣機散熱，導致壓縮機損壞。四、檢查排水管安裝是否暢通，不當的排水管安裝可能導致冷氣滴水，建議使用專業技師施工。五、安裝後測試冷氣機運行狀態，安裝完成後應測試冷氣機的降溫效果、風量是否有異常噪音等。冷氣通提供專業安裝服務，確保冷氣運行無憂。常見問題解答 FAQ。 一、冷氣安裝需要多少時間？一般安裝需2到4小時，視乎冷氣機型號及安裝環境而定。二、冷氣安裝費用多少？冷氣通透明報價，價格根據冷氣機種類與安裝環境，詳細報價可聯絡我們查詢。三、你們提供冷氣拆裝服務嗎？是的，我們提供拆裝冷氣機服務，並確保安裝後運行正常。四、你們提供哪些地區的服務？冷氣通全港服務覆蓋，詳見下方地區列表。專業冷氣安裝，找冷氣通最可靠。冷氣通服務地區，我們的冷氣機安裝服務覆蓋全港，包括但不限於九龍、觀塘、牛頭角、九龍灣、旺角、尖沙咀、黃大仙、樂富、新界、荃灣、葵涌、元朗、屯門、大圍、沙田、港島、銅鑼灣、灣仔、中環、鰂魚涌、太古、柴灣。冷氣通冷氣安裝，全港快速上門，立即預約。